啊，各位聽眾歡迎人到到嚟，即係禮拜邊咧學見節目，希望攞紅包賺一隻錢，賺一隻紅包。即係禮拜呢，我先正是貴啊，是傾咗咩？即係禮拜我是傾咗正人節。阿龍，M.V. 阿龍，歡迎。阿龍 ，Hello，聽到。人學見我有，人係講會講情人節啊 ，Valentine Day 啊，咱就講正人節。有人講正幾10個，正幾10個，正幾10個咩？即10個咩？10個咩？即是阿摩10個咩？即係阿摩10個咩咯？阿摩10個咩？แล้วก็ตั้งแต่每阿龍歡迎แล้ววันเราจะ阿摩丹歡迎hello แล้วก็毛毛菇有啲啊唔知走皮本啦毛毛菇冇到另一段嘢แล้วก็วันหลัง介紹我新椒時啊即係不等陣特別驚老椒特別驚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我介紹我嘅即新椒頭一擺來 actually 我已經聽起即係幾個數時間頭一擺落特別當今時間頭一擺聽到攏聽到一聲所以我就介紹起新椒來八卦歡迎 Hello 大家好八卦是到啲澳洲Australia 就講啊澳洲呀澳洲啊澳洲到啲澳洲แล้วก็ว่าลัง咧Perak 不你是做 Perak 係定到I can listen 冇啦，我讀 police 啦，對 police sorry เรามา聽幾個數字就讓我哋明白係咪數網潮啊你往承諾你幾episode 去แล้ว等陣我會介紹先可能 before 我介紹即係白布冰嘅事嗱先最尾有興趣參加邊啲學嘅嘅錄音下，讓第一好是去邊車位 Facebook.com/邊啲學嘅位，然後去下邊位上去 check 啦，嗱是 join 你去 like 一 group 嘅時候，我有新嘅錄音，其實俾錄音是我當邊 post，usually 是應該是差唔多一禮拜以前我係講給人聽，或是核地，有陣時我咪對我招你去邊啲Twitter.com/JohnOng 啊 Twitter.com/ 邊啲學嘅會使對，邊啲學嘅呢我是近啊用學嘅話寫嚟啦，然後John Ong 是話下面夾本到底有邊報告是到底面，成日都俾對 John Ong 嘅有見。你接嚟報告即係另外一隻新椒就是八卜冰歡迎。Hello， 歡迎。แล้ว即係禮拜咧，即係我覺得特別嘅邊啦。即係禮拜咧，我未浪俾叫人講啦，浪先生愛講係咪嘅正冷隻馬仔？馬仔是阿摩10個咩啊？我未做咩咧？俾教你愛整做咩？那是你冇愛整要做咩咧？我見你做了，叫你做咩？整3擺？冇，整花嘛？整嘅咩花？整巧克力花嘛？煎巧克力花？係呐？安怎煎？有夾一粒巧克力放一粒花嘛，到落邊搞掂咗咯。哦，他咪就講煎。都對呢。對，夾你 Cadbury 嘅巧克力棒嘛。哦，按照你講煎係咩意思？我冇明白你講煎。你係花嘛動物嘛，但你係一 flower 到一邊嘛，所以巧克力到動物嘛，愛看到看水嘛。一花是假嚇。假花啦。哦，我想你煎花得了咯。แล้ว你係伊個巧克力到底伊個花動物。對咯。แล้ว你做幾支？我做10支啊，夠啊啦，冇夠超啊。10支啊！10支，แล้ว你是學一最學你正人啊，是學冇上人？一人呀啦。一人讀10支，我想你10個 girlfriend。大波4二3波4嘅啦。有時你波了嗎？我頂到中國先睇到節目未使。大波4二。แล้ว OK แล้ว你做啊？哇！你有試嘛？你已經做起啊？做咯。我俾學人看，我俾學人看我係啊！等陣我學人看我係，攏自己講聲，我去叫我俾學人看我已經買咧物件。攏接去講下，佢做咩？佢做花是做吉啊？係咩？攏講我佢去叫我。攏講，阿龍。沒有人講。冇人講阿莫丹的喎，阿莫丹，你做咩？嚇？
OK 咯。開每隻就上加情 Valentine's Day 上加情 matching 嘅衫褲 perfume 嘛，係咪貴嘅料嘅？等下諗看，喂，我若是講我嘅現場嘅聽眾咧，使去看者，喂，我俾啊，喂 ，chocolate 看，哇！我啥好吃了？你好叻 ，damn it！誒，得攞看啊，得攞看。當期你錄緊嘅，嚇？我播啲 Facebook 會使看未到，我真係未開錄緊。哦，我驚開一晚嚟做。แล้ว你叫我安怎看？你看啊？我嗱播咗啲 Facebook 啊，你哈哈，所以我放到 Facebook 嘅可能。你嚟一播去 Facebook 啊，人咪看到了。啲嗌上去人咪看到嘢啊。當叫我未過嚇，等我正式是貴啊，是好啊，是我個放棄。So，你啊，一下咧，我只有吉，唔食吉，我笑起來啊！我特別一個揸尾咧，係我頭皮起來到啲樓卡位，因為硬個靠邊掉，你唔知我係到啲 back 嘅咧，係到啲樓卡嘅。我是俾學醫看條喎。嚇？係咩嘅？係咪俾？我俾了學，我俾了學，咪就隻機學醫咯。已經伊咪就對啊嘛。所以你I see，所以你咪對你學啦。然後再你特別，你就是你特特你，為什麼是即頭一個 friend 上面？第一咯。第一嚟。係啦，保你嘛。你個冇俾貴啊？係咩鬼？頭一個冇俾貴啊？頭一個 friend 個冇俾貴咩？伊讀冊嘛。哦，對，所以你較早傾著啊。那哦，特別其實馬仔就是係你啊嘛，馬仔就是正啦。是咯，冇啊，我準備我姊嘅 birthday 本啊，慘哦，哇，你乖啊！你睇下，你學一個下面個，學伊 Lomo camera 咯。哇嚇！哇，個 present 嚟啊，Lomo 什麼意思？Lomo 什麼意思？再做下你 film camera 嘅 brand camera。係咪 camera？ DIY 啊 film camera 老母 DIY 冇啊？啊，對。啊 DIY 啦，啊我知。DIY 嘅 camera，伊幫啊，伊翕視我白有水嘅。哦。拍個吹呢？你即係殯儀你乜唔知？嚇？即係殯儀你當叫咩？冇啊，我到買路辦紙喎，當劍。800塊啊，900塊啊，你講。啊，是咯。百幾你唔知？百幾美金。600幾800幾？600幾哦。600幾啊？啊。是。你咪俾動來啦，動過來冇好嘅。動過來是。買一邊嘅落去做嘅嘛。你等陣我感覺到啦，嗱會正性，等正隔了是大波，隔了隔住雜波呢，雜波八卦。我就是講同埋話是曖昧，咁隔了大波，聽講你人是隔了買下嚟 girlfriend 買下嚟，我上係雜波有學到對你人物件咧。嚇，雜波學咯。哦。想講是 thank you。係咪直接講 thank you？我讓雜波講是 thank you 咯啊，了咯。哦，是呢咩？唔是啊，雜波了，雜波面俾學你啊，雜波啊。應該是咩咧？你讓雜波有希望，我讓雜波有希望，講第好一個學話咩物件？問講學話又蹦咧，講係。啊是你是看你歡喜，你就是歡喜啊，講話。看伊雜波嘅朋友聽啊，嗱，時個朋友雜波朋友聽，朋友學見你咪是講哦，冇不要緊，我就看伊歡喜，我都歡喜嘅。嚇，又我講睇到邊能播？直接叫啊，特別驚啊！啊是八百倍。我幾多就鋪等經係點嘅？你特別就俾就是就我俾全部係經裏邊嘅，呢多個考試有關係。哦，特別未聽到嘛？你講下，你俾咩嘅？哇！我想下佢咯。哦，你殯儀？我諗我俾阿咪殯我買錢，我
我邊天係做，所以使在。好啊哈，哦，特別冇，你幾時聽？你幾時可以？馬仔個可以咩？所以你特別等陣，馬仔個是。你八看你冇八一磅起啊，是讓已經聽起喺度破坑啊，嘢是係 surprise 嘛？啊，對，OK，明講，你到底嚟幫要一個事啊？當今個人生花嘅。嚇，每下攞就人生花，啊，那之前淡薄唔是講生花，即係 lesson。roses，係冇係咪叫？冇啦，你冇啦。玫瑰。未得閒嘛？至少我感覺我冇咩大咯。生花冇咩實在，你講特別嘅。冇咩實在。特別。未當嗰個見識個貴。特別就冇是件花唔是啊，我朋友就冇朋友個咧真正件花，而家 even 都你時時冇實在，特別燒炭花時時想，哎呦 Kitty 喺度。我干了啦，大家都好喎。係咪嘅特別驚都講句？所以我手邊嗰神醫都唔敢忍到嘅，我掂到黐啊，有條筋黐啊，所以冇大咯咁大。哦，特別是一人，唔是講個咧就冇就上嘛。啊，每看即即你暑假哦，八卦，你暑假燒炭花哦。Once upon a time 暑假啦。定到嘅事啊。啊，古早嘅事。古早嘅事，แล้ว我對嚟邊樣嘅事嗬？ตัวที่politikus ดูใจให้เลย Bangkok Lane 有一個coffee shop 講玩起佢講嘢美國人真出名啊。啷知啊？知。ตัวที่對面啊，ตัวที่對面講咧，嗰邊啊有一個賣花，伊有假嘅花是真花。你係一個真大嘅 poster 一下，一個 rose 是蝦米 meaning， 兩個 rose 是蝦米 meaning， quite interesting 啊你。嚇，對，我冇聽過哦。哦，對。唔知係咩 I love you 是啥咧？對，I love you. I make a lot of money for the florist. 是哪咯？有人講是 colour 本哦，紅色是 sincerely love and respect。แล้ว你會食是半超是個好呀？啊，冇，意思就變 jealous 哦。哦 jealous 啊，對。會食是 jealous。哦，你冰食嘅？你咩？冰食，伊冇寫有冰有 grace and gently of the rose of the sweetness true。哦，白食嘅，我是個白食嘅。哎呦，慘喎！白是 cream 嘅，表是 innocence 咯。係啦，表啦，成個阿莫丹咪是白咯。Thank you。幾幾年嚟白我食嘅。係咪叫莫丹？幾幾年到變會食咯，我硬食咯。chocolate 食。哎呀，唔係啦。Go to side。你我只。啷最是頭一擺咱咪講 because 啊，咱 Valentine's Day 咯 celebrate 咯 Valentine's Day 有慶祝噶，成個你厝人你爸你媽你 sister brother 朋友他有哦，還是干那做情人愛人呢？愛情呢？愛人哇！咁咪得愛人做呢？貴，愛人貴。哦，你咪是冇愛情嘅事，咪就極度難咯。是啦，都特別定咯，未使冇咯。特別我哋啦，應該是我 OK。有人是定住是我是個一嘴去啊嚇，我加一嘴啊，定住是我多幾對別人幾即個 Valentine's Day 時實是。我先知啊，是嘛？玩嘢，有時我對佢先知咧，是佢有時我個玩規定嘅人是，佢卡拉 OK，佢 single 嘅卡拉 OK，咁啦，佢冇愛情，咁我就一對去食，一定去唱卡拉 OK。讓我，應該 organize 咧，我嗰邊咧線，特別冇傾接，咩我到啲美國啊，我個有成個。我有拍電話我媽啊，拍電話爸 Happy Valentine's Day 會上，你可以攞喎。冇喎，攞卡這是。當今上個是較濟是個情人嘅，你看上個好朋友係咪真係少人？哦，唔知啦，當今我 feel 到是安尼。其實咧，我 Valentine's 是成個
I mean special Valentine 有咩？我是想講你 love 嘅人就使咯，就全部都使處人。是啦，嗯。你你人，你先講起拍拖嚟講啊，แล้ว Valentine Day 有人有做係咪較特別嘅物件呢？特別物件啊，我唔冇喎。可以去食了，食個好咯。包寶冰，有啊，包寶冰出嚟去食啦，邊兩個人就都是去食好了。誒，你攞每兩個人邊兩個物件去嘅，我啲正人食事，就掉咯。哎呀，真貴啊，真貴啊！真貴啊。我啲 trip 點解啊？你又去嘅了。我每人去食啦，但是講人想，我想較濟人去想對我講 OK romantic 啊，要帶你 girlfriend 帶你 boyfriend 去食物件，攏是去安怎為食咧？不如啥較 mood 嘅位是去倒落海邊啥物講話啦，安怎想 ideal 啊，要去倒一個食。爸爸邊講，我咧我是自己加店嘅位咯。哦，你再講下你去Batu Tinggi咯，下你 Spice Garden 啊，你知哦？嚇，在。伊下邊有一個Thai restaurant 你攏知哦？知。下邊我感覺下邊quite ideal 咯。哦。然後你位哦。你個海邊個 romantic。這班喎。對，特別。這班。這班你咪幾時拍班，後你帶你去 date 啊，拍班，你幾拍的嘢你拍吹啊，真係咯。我自己拍，我自己整啊。你 outdoor 啊？呢是 outdoor 嘅。有下邊 OK，所以你是下邊，你別人呢？別人lesson。到處煮物件可以啦，冇 romantic 嘛。哦，煮咩咧？煮咩講話？我煮 Western food 咯。哦，Western food 係咪煮咩 chicken chop、lamb chop？我 beef dish。beef 可以會使啊嘛，我唔知 dish 做咩啦。我使煮 special 物件。你講 dish 唔知係做咩？舊年冇做過咩？冇啦，舊年冇做呢嘛，唔知煮係咪好料可以。哦，你意思講食咩啊？你冇咩啊？袂使每嘢嘛，即是人愛家己知啊。啊，你你煮嘅物件，嗰咧有迄個心形嘅 shape 嘅。哦，我冇做啊！你講我是煮有心到那邊好啊嘛。哦，你冇煮一粒咧，拄嘅心一粒可以啊。滾湯，滾殼瓜，拄心滾殼瓜。日本咯，日本。日本啊，然後下即係快啲人讀先咁乖甲我講，係咁硬咗落去，硬估啊，硬估啊，呀，但係我未八卦你嘅 ideal date 現在maybe 少年嘅點聲 ，maybe 海邊你看點點咪咯，聽你海嘅聲你看咯。巴魯咁啊，就講多處煮嘅，我較自家多處煮嘅巴魯。係啦，巴魯較有會聲，較 style 咯。對。冇嘛，當甲巴沙嘛。係咪巴沙？冇當甲巴沙。哦，當甲巴沙係咩意思？係咯。你隻換啊，冇夠應個到邊邊到邊拍拖掉啦，劍嚟劍去啦。哦，叫做當甲巴沙。啊那，唔知咩？我唔聽過喎。我唔捌聽過。掠淡啊！我是掠淡啊！掠淡。哦，當甲巴，當甲。誒，我唔了啦，你成個隻狗講河南話呢？先啊！我讀 police 嘛，不要講河南話事咯。哦，你隻狗講，誒，不知你嚟 join 我啦，嘅叮到落整啊！ OK，no problem。你咪聽佢講，你咪聽佢叮到落整喎啦。哦，我聽人講哇，講到往遲參嘅事，你咪打佢，你打佢超人啊 ！OK，boleh. Lama saya tak cakap bahasa Melayu. Boleh. Saya lebih lama lagi. Tapi kadang-kadang dirusuk tu ni moyang. Boleh lah, boleh cakap. Syabas lagi. Syabas. Bang, bagus sangat ni. 但係我講啲，我嗱時會去聽我講河南話咧，我個 review 我特別我會請夾特別夾邊，其實人哋 review 我講我羅蘭門啊，播ทางซ้ายกับไปซี所以我冇有講，我特別係我做 show 嘅時，我係你 translate 到 google.com 係笨，有時就係自己 translate， 冇我未有講，誒，當那時有興趣先，或者話落，你有去對，有見去對係你頂到落整嘅 feed，還是 John On 未使？
對對， OK 所以我很少錄音，所以我放起來。我把到 try 是拜六早起，係咪住講冇看到？冇，咱呢 start 做 dialect 啦，這是檳榔嘅話啦，這是格拉地，這個格拉地，格拉地係咩咧？特硬路咧，係咪啊？嚇，你冇那邊乜喏？哈，你哎呦，我愛，你把這起來講嚟哦。誒，嚇，好。แล้วโอเคปัจจุบันก็講過啦，我ไป來上咧一記對咧，錄對對哦。我對條路嘅嘛。嚇 ，OK，你是咪試過？咪估下是錄嘅嚇。對，試過設備。嚇，แล้วก็別人是直接被講可能話，攏只講可能話是未曉，because 我本冇咩講嘛，所以攏去聽攏去聽，我一個笑到要死去啦。微微娃娃笑死我。講 PJ 嗎？講咩？講咩？I mean pendidikan kesehatan dan對，哎呦，笑到要死。係啦，我笑到死到。我聽 live feed 嘛。哦，你有聽 live 本條咯，冇聽 live 啊？我有聽，我聽嘛。你聽到 office 有人看我慘咗啦。我這份你在跟着說你阿放了3波嚟聽哈，我聽哦，我笑到要死，那個 cross promote 這聲音這，對啊，我當聽下這是，好啦，聽幫我 promote。可以看，kalau topik kami sudah keluar. Betul lah. Sudah keluar topik. Kita tekan itu di putang loceng ni lah. Memang jadi kita boleh kembali ke topik a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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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kita impress. Asal. Terima kasih. Dan wah, cepat sih ya. Wah, cukup besi. Dan si Jewang kan pendidikan jasmani. Siapa faham tak? Saya lagi ya. Tahu tak? Oh ya Allah. Tapi ya yang sangat I sangat takut tu PJ, tapi bila masa I pergi belajar dekat ni maktab. Oh, yalah. Maktab. Ayo, aku terpaksa. Ayo, sedih. Saya pergi tahu, I macam pergi tempat. Kenapa? I macam sangat sedih sampai I tak nak belajar. I dah stop. I dah henti. Kenapa you gelak? Lucu. Dari segi apa? Tiba-tiba lucu. Bukan you punya cakap itu fakta. Hah? You cakap itu fakta. Wah, nanti saya punya perut sangat sakit. Macam apa sih? Saya tengok. 是咯，我變咗條喎。我那時諗到尾就是會聽講話那玩到尾去頂的落井 .com 誒，無就是去我對得冇頂的落井啊，那個一個鄧人嘅 Chinese 就鄧人嘅 Mandarin 誒頂得靈，我係記得頂得靈本，頂得我哋睇 sample 就成啊 ，sample 頂得靈。我是丁，我是登林。然後有時候不是叫書法嘞，我們是叫大小楷。好，我講下。對，我小的時候是叫大小楷，現在沒有大小楷啊，難嗎？沒有，現在好像沒有大楷啊，難嗎？啊，有小楷啦，誒，我最喜歡寫大楷，因為大楷比較少。小楷有，現在我們意思就是現在想看，我們有2個的嘛，近朱者赤，就先把那個我們它文言文先把它翻譯成，所以我剛才我記得我華語比較差，所以我會叫你德齡條叫微話梅話，用像梅話係你諺語啊成語，然後你叫我 try to translate 然後咯。我慘喎，我未有。我冇未曉，我亂講，我冇亂講嘅。所以我是會聽嚟講，我使去 dingthebell.com 會看到你隔了 show 大名的事啦。阿毛啊，已經including 阿毛。
OK，等陣啦，對，言歸正傳就先。到底係人嘅話題，當然講咪 Valentine's Day。Valentine's Day 嚇，兩卡就係做特別卡 romantic 物件，係使聽邊個學緊節目，本教你 girlfriend boyfriend。都係聽，都係笑嘅咩？啊，攏講，攏是要卡 romantic 一晚笑呢，坐 kiss 笑是會 kiss 老咗。八卦。氣笑，笑 happy 你個好嘛？係啦，特別聽到佢笑咧，然後可能愛較 romantic 淡薄，咱有會寫 romantic， 咱有做過啊嘛你。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เล่นจุดนี้อาลง嚇咁樣。你 Valentine's Day ideal Valentine's Day 係咩？哇！我就先猜，這都出嚟揾快電視機嚟。真係型嘅咯 ，cheap date。cheap date，呢個依度啲 KL 嘅，我度啲檳城嘛。哦。哎呦，那就搬掉。冇啦，我哋搬掉啦屌。誒，我家己我就屬㗎，當在 Moontree Street 度，我就屬㗎 Moontree Street 入邊，我感覺若是講 Valentine's Day，兩個人行喺一條路去食飯加啉咖啡咧，quite romantic 嘅。係咪 Moontree Street 是度咯？Moontree Street 是我喺古關東邊啊，冇 Love Lane 咯。Love Lane 直直行落去啊，頭前條路 Love Lane 行到有一個 junction 迄一邊啊，倒手邊就是 Moontree Street 了。迄條路咧，當然有一間誠新嘅Western food 嘅 restaurant，誠水嘅，特別quite貴啦，特別伊環境誠好，係咯誠水嘅。係咧，我有一間咖啡店是我朋友開嘅，伊唔是咖啡店嘅意思，誠細間一個，按照講成一間黑人啊，一間瓦隆ਹਨ，係啦，特別伊是俾阿嬤食嘅，迄一間誠 romantic 嘅。哦。你俾我寫特別個。轉對嚟是咱係使去邊，因為迄邊是 open 嘅，誠爽嘅。哦，後邊咱我對其實咱家己入邊拍拖哈。我會使。你是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ตอนที่เป็นยังไงลองฟิลต์ตลอดrestaurant ตลอด是成個興人是個企業呢Batu Mau 嗰邊Batu Mau ตลอดBatu Mau 唔是環南世界大邊嘅咩拍拖Batu Mau 環南ต่อไป係咩你講Tangkap Basah 啊那Tangkap Basah 嘛嗰邊出名嘅嘛哦冇咧，我唔是講個企業邊嘅看樣係咪幫來幫去，我是講俾看咩事？我是講嘅是，你想去到嘅想講，你俾帶人去 date 嘅時啊，到一個 restaurant 啊，俾帶你 date 去到嚟，你愛整。就聽到是我人聽到我嘅年代時咪是去嗰個 Eden 咯。對，第一考試Eden。對，我知我知，係我去 Eden 咯，你我是去 The Ship 嘅啊，在巴多倫基。啊對。Igni Drive。嚇，Igni Drive 冇那 romantic 啊。行。啊，去有對，去食巴拉下面行，誒有本哦，攏會成個講攏會去食嗰啲小環米哦，環啲在邊啊嗱，特別在較特別你咪見到冇啊？阿莫丹呢？actually ยัง嚟 straight ski 當見 straight ski 快捷徑 fine dining 是未歹。哦，所以嚟係嚟 straight ski 嘛，會使去嚟檳城 back 除話。哈，對，去 straight ski 拍拖時去除檳城 back。係，我做工。啊 ，Valentine's night 係做工。對啊，我去做工。係，去嚟除話啦。啊，嚟先去除。OK。我去嗰邊打針，誒妹阿龍。有知哦。係啊，你嗰邊 straight ski 未歹嘛？伊個即個氣氛真好嘛。有幾若間 fine dining 個咯，成暗暝有海風，係咯，有當時外口有人有 band 唱歌啊，我非常未歹。你個頂面咧接會好個咧呢？伊個 lighting 實在水呢，我冇去過。係咯，有一排都就係你 straight ski 嘛是有一個 lighthouse 咯 ，lighthouse 頭先有一排長長嘅，你看到佢哋 Georgetown 佢哋鋪底嘅，佢哋關嘅厝嗰啲。水咯邊嚇，lighthouse 邊。邊成個古仔成個當今，咱上到看香港嘅戲啊，日本 TVB 嘅 series 啊，迄邊真適合本秋咯。哦，我就
香港係本時有本手嘅時候，有後尾入邊一個了是佢靠輪香港係咧，對對，我知，關啲 building 嘅咧嘛，係啦，伊查某無界，大波是擺嘅點先啊，對，上看到走位嘅咧嘛，一走嘢你講適合本手咯，你一邊你手你見到一邊你把嗰條把，แล้ว佢看到伊查某走現。快啲，係啦，以後尾時間都講關啲灰嘅咧嘛，我邊就翕病就好咯。對。Statsky 嗰邊是唔是有我啦？舊年對期時有一個是唔是 cafe 伊賣cakes 啦？咧邊嗰邊真好啉。outside 嗰邊伊hiking 啊，半水本啊，快貴本啊，我未記叫咩。你係叫 delicious？ 係個 ground floor 嚇，真係是叫 delicious 咩 ？delicious。嗰邊水本啊。哦，แล้วลองปะเลลังเลยปะเลลังก็ลองถ้าไปจะชวนลังคือ date special date สิหรือสิไป希望คิด到幾位八寶冰คิดตัวจิตวิอ่ะแต่มาลูกก้องสิบสิรู้ลูกก้องเลยตัวบางเลยเจียสิรู้เหรอเจอแล้วว่าก้องปะลังเลยลูกคำก็จะปะลัง成日จะ興起哎呦但係人人叫我買起誒位呢拍拖你真係往時只自人講，拍拖俾騎入邊，攰世界攰邊兩個人噶啦，攰嚟嗌一人騎嘛。อันนี้ค่อยมาsay hi John 係咩嘢？冇，今日係叫人看到噶啦，係看到你拍拖嚟拍拖騎嘛。係啦，一騎係時候應該協啦。你感覺到成日有時 overrated 你會是得類。overrated。เกินนี้咯。係咩？เกินนี้。哦，個呢，所以我 avoid 佢個呢啊，就自然係唔好。baru 我今日對baru 個呢啊，無爽嘅，無邊啊，佢打個爽咯。做咩事啊？咩叫無聲I mean，你所講嘅，依家學習嘢啊。哦，學習啊，做咩事學習咧？即刻亂咧，我冇得靜呀。我都講正估啊，咱誒個呢啊，我係記，咱我細漢時期啊，哇，伊喺個水過嚟，只青色嘅一嚟。當兼至垃圾掉，แล้วตอนนี้ลูกขี่ด้านลาซามาแล้วที่ building ก็คือที่ building คือสวยแบบนั้นตัวแต่ลูก小學家เป็นที่อยู่ของแกสองอยู่意思成日就 develop 上這些啊，頂下。頂到時我自覺講，我係你 sunrise 嗰邊嘅位嗬，伊咪是隻小環嗰邊。頂到小環我大漢嘅時是規條街落擺，伊唔是到啲伊唔是到啲一個呢，樣較橫下個山過去。一到啲規條街落擺時，你記，咱行一站嘅時都惡嘢嘛，一成一步個規條街落去個後尾嘛。แล้วลูกไปเสียไปข้าอ่ำลูกไปกินตังกับภาษาเหรอลูกไปกินเหลียดตำเหรอลูกสิขี้เป็นข้าอ่ำไปวิเดียวอันนั้น咯。即係真係古嘅點食啊！係你係咪阿毛花灰啊？對，會使花車就去嘛？對。嚇，嗰邊就一人台車嚟嘅。你看你當今特別行住暗嘅死別花車。你看你車那是搖就在下面數啊！哇！阿毛花灰掉，แล้ว我未人嗱，啱啱講較淺就冇啦。講你感覺到 Valentine's Day 是有啥物意思呢？還是實際 commercial another commercial day 呢？能講下？因為今日就是冇意思咯，就是講冇意思。冇意思啦，特別你有成日講有特別你有成日講，哎呀無法本就你敢有人 expect 嘅事情無法本就做啦。對。特別咱是講是打波啦，打波時刻就冇咩插喺裏面嘅掉，還是讓無贊成人就是阿莫丹。你感覺到即個 Valentine's Day 啊，有趣味有想要做，特別你細漢嘅嘛，你有個 friend boyfriend 啊未？冇啦，冇你冇，特別無咱若是講你有你想話，直接你大漢咧，你有嘅時候，你會想啊，哦 special day 會做 special something for you。Today I think Valentine's Day 是想講。To get a chance to get close with your loved ones อันนี้คนจะกำลัง講。學嘅話得講咧。嚇。愛感情。嚇，愛感情，你嚇直接是有迄個機會咧，交往嘅迄個愛情嘅人啊，嚇。較親。合作起來，
作。合作咩？正三拜啊，合作。哎呀，唔係啦，哎呀，順便本啦，看到嘅 mood 咯。看你 mood 啊！特別你有感覺到咩？你也袂做過，咱最人有只做 celebrate 過啊 ，Valentine's Day 冇咩 special 啊你。較濟人食咧，最 special 個最 feel 到感覺到講，哦 ，Valentine's Day 會做 something special 個 spark 個。我是準備我自己嘅 present 了咯。哦，你只成日是 Valentine's Day 數。是咯。你只有聽邊啲學嘅咯？我唔知哦，唔係看伊聽過，我唔知。你會唔會？困咗咯，等陣乜陣唔是當劍啦，唔是當劍，我講白字事咯。會使。咱唱 birthday song 嚟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伊suka 對啲誒，suka 對啲啊，對啲 birthday 啊。看過吹呢。哦，我都做 birthday 嘅，你啊。看過吹呢，伊愛對啲 bird 大隻，我都唔知真吹啊。哦，伊幾歲？對啲 bird 成個 extinct 咗，搞到林部嘅咗。extinct 啊，接落去啊。接落去啊。Angry Bird 啊嘛。哦，嚇，當然唔是喎，你會蕉咪杜蘭蕉啊，人是㗎。啊，是咯。伊無伊是伊對對 bird 呢，看過吹呢，同佢。住講咪杜蘭蕉？講啊 ，hello。嚇。住講你指數價係點啊？嚇，即係lesson。指對乜都去巴海，就係為食雞啊，或者望在冰下面面啊，一隻冰一點嘅嗬，要別就似咯。哦，嚇。唔係啊，你是周興嘅。係咪嘅？周興嘅啲啲咧，唔是 original 嘅。哦，佢唔係 original 啊。哦，original。係，佢講 original 嘅。愛看星哦，但係我看啲。當然興嘅咩？當然係 Twitter 啊，唔係 Twitter。啊，你去巴海嘅冰冰嘅店咪做啊？乜啊？嚇？咩不？Coco bird？幾咩？Coco bird 啊？Coco bird 應該講 Coco bird。誒，你係講話 Coco bird 我就。แล้วตาลู當我看一個的當今來說講你想到這個 Valentine's Day 是會食的物件啥物物件攏使當食咩？食啊？我係冰箱嘅咯，冇物件好料。咧巧克力咧，小學人學巧克力係咪唔知？嚇，攞我食巧克力咯。我美國真係人巧克力。攞打包好啊，我愛。係咪嘅？就是愛。我愛 ，lesson 我愛。你愛食巧克力哦？啊嗱。哦，你冇叫你個 friend 俾下你？我笨蛋咯。我嘛是驚食巧克力，所以我俾後尾硬，所以我繼續食。我有一個我捌看過有一個真正特別嘅Valentine's Day 嘅 gift，是用decor做嘅 rose。啊，對，我捌看過。對，你開起來是一條decor來，特別伊是一個玫瑰花嚟看。哦，嚇，我捌看過，本來成個是。係咪嘅？你講咩？係你嚟看話是你對，你寫對。誒，字起來寫一蕊嘅花。一蕊花嚇。誒，我看過有咧會食嘅物件，我捌看成個伊個地殼裡面生會食嘅嗬。裡面生地殼會食嘅，你知道？正心話物件咩 ？sex toy 啊，你講。我直接先啊！啊，等陣我歡迎 Vivi 我嚟啊 ！Hello， 大家好。但我放佢哋啊，真好笑，我放佢哋，喲，實啲咯，成日都白曬啊！
啲得老闆，我扮我正兩條，介紹啫嘛。呀，但係我未你等於你只狗隻嘛？你只狗隻嘛？我未佢就係咧 romantic 是去拍拖時人啊 ，Valentine 是要去係咪 restaurant 新嘅 restaurant 係咪嘅介紹？新嘅 restaurant 啊，我最近我去食一個叫做 The Sire Museum 啊。Desire，嚇，講，OK 啊，係咪嘅 OK 講下？ I mean 貴是貴啦，but then 伊個 food taste OK 嘛，然後個有伊個環境，伊個 environment 真水咯。哦，到底得路嘢？Little India？得路啊？啊 ，Little India。哦 ，Little India 冇呀。我係日卡冇，我講beach 即係 Little India 啦，伊是伊對小路咯。嚇，伊對面是古關啊，嗰個 Esplanade 嚟嘛？哦 ，Esplanade。哦，講你做 passport 會啊？對啊，我喺邊咪是有一間叫做 China House 咪就水。China House 對，我冇你講嘅。但係 China House 卡無嘅番食啦。China House，特別 China House 是 cheesecake 好食啦。伊是嗰邊啊 cheesecake。哦，成個隻啲人喺裏面嘅啦。嚇！特別阿張都對嚟時你會使去啊，伊物件伊 cheesecake 袂歹食，係啦，伊一間店是福建名叫做鄧郎厝。哦，鄧郎厝真係好食。伊三個鄧郎字是鄧郎厝嘅。哦，嚇！伊三個字是寫，伊唔是寫係咪伊是寫係咪啊嚇？華人。咩厝啊？唐人厝。唐厝啦。哦，鄧郎厝。伊唔是寫屋子嘅屋嘅，伊是寫厝啊。我俾學嘅，其實我俾學嘅咧，寫學緊，我俾曉。了，我是特擺了，你知啊？我嘅字典就是阿龍哦，我俾曉寫到每嘢就的士，誒，真寫咗咧。了。佢講可能即係為我你感覺到 romantic 係咪嘅？成張你做 Valentine's Day typical 嘅 ideal 嘅Valentine's Day date 成張。買梅花我唔知喎。你個幾愛呢？我是現實派嘅，我哦，你叫人學你女啊？現實派是意思是講你係現實嘅啦，你想我現實嘅嚇，我冇講。我未曉欣賞係咪是 romantic。哦，你是比較欣賞，是比較做。我未曉做，我未曉欣賞。哦，你是比較欣賞是人哋人不做，好你係人做 romantic 物件，你講誒，是人哋。Hello，你怪啦，冇 girlfriend。就衰啊你阿媽蛋。แล้ว你กำลังจะให้กิจ嘅好係好，聊嘅女嘅กิจ我只 tip 就是我意思是講，無講，你安怎解講是 romantic，像對我來講嗬，多處簡單過哦，本是 romantic 嚇，就講，但係多處假日，你講 OK，今日特別，我打包堆係三號飯堆，後來食咗兩人食，呢，係啊。成日講家己煮啊，無就是兩個人到 kitchen 嘅位啊，煮物件食啊，你看少少項嘅物件，對我來講就係真正浪漫嘅。但較細項嘅物件，成日講要做物件 special， 細項物件做，你感覺真爽嘅。搭機車起來是 kiss 路啊，誒，超過一聽，超過一聽啊！免我家己唱，我家己都會曉唱。你錄唱歌嚟聽啊？嚇？錄唱歌嚟聽。若是講我唱歌嚟聽，免誒規節我嘛是有唱，我唱歌。這個線咧，我講聽我唱，我唔知我是唱，我唔知人知唔知啦。有人知講我是歌星嘅嘛，唱歌啊嘛。特別我人嘅是。是來唔冇興趣，我唱歌係咪驚我尋件事都冇關係，冇意思。我就一人問我講：哎呦，你唱歌時你聲好梗係 romantic 啊，就講哇，就聽就諗嘅咧嚇。
我你有時特別是只唱只這歌，學你翁聽，我講唔叫我唱，唔係叫我唱歌。我是家己到房間嘅位唱2點鐘啊 practice 啊，你講。你咩直接上 practice 嘅咩？直接叫我 sing this。哇 Malaysia version เนี่ย我放啊。For first time lovers 扮貓 song 扮貓係咩意思？扮貓是 means that in Korea 咧 means that 老寶出嚟接到拍拖咯。哦，頭先即係直接賣曉咯。阿龍。扮貓 Malaysia version 是唱河南呀？我得人唱嘅。Pertama kali jumpamu, senyuman diam, tapi tersi berlalu. Kita pasti akan lebih lagi rapat. Tiap hari hati berbunyi. Tangkap basah. Apa yang harus ku kata, bagaimana membuatmu Wazaka.我看他把这边听我咋改，告诉人都没去顶得落真嘅把这听我讲。那有講掉咩？唔會，我咪就是會落哦。但係你masuk你。笑死啦。OK， แล้ว等陣係咪？แล้วลูกหมายละลูก講แล้วลูกหมวยว่าหลังอ่ะแล้วรู้เลย。哦，等陣我個房嗰時候講卡里面咯。卡里面都係咩嘅？誒，這條歌 hot 咯。我冇聽過。Physical。Olivia Johnson。浪仔這首歌啊，哦 ，Physical，Oh my God，remake 嚟，我聽誒，咱 original 八卦，咱 original 是幾句啊 ？Olivia Newton-John。Let's get physical。阿 John， 都煩嘅成個 remix 係正神敗友嘅。我嚟講係正。阿正神敗是聽啦。我特別，我就聽你講到成日 Olivia Newton-John 特別啊！你一時，但我會話咩啊？哦，你講我係咩啊？我安怎你感覺就講 romantic 嘅romantic 是安怎啊？我們 romantic 呢是quiet 咯，成我不是講成出去過下隻，所以到處嘅自己嘅 personal，I mean 嘅 private 嘅啦，แล้วแล้วมันสิสังกา做這隻，特別我講頭知道我咪剃頭過是剃頭，because 我彈一個 Halloween 唔是 Halloween，Valentine's Day 我彈一個咧，依個 chocolate 嘅 rose 啊，依個 rose 係 chocolate 可能啦，你係一支嘅咧，有時我 try 乜嘢成個成 romantic 咁 sexy 嘅剃頭那波，一嘢之後咧，你花哦，你咁咧，你搖嗰時乜當伊身軀誒嗬，有時當嗰時掉身軀，我覺得未我拿嚟佢係長嘅，一未一黏咧，我未我就未我 let's go shower， 我冇識夾食嘅物件加 sex 參嘅我未，我對食嘅物件就 respect too high 啊！哇！我未。特別你對成日講真正嗰種romantic 啊，成日講到 public 嘅位啊，做特別物件，你看啊，嗬，都係欣賞嘅。哇！你講 YouTube 啊，真正謝啊，你講你歌數嘅嘛，你人拍做 video 咧，哇，成隻我 feel 到啦，我 feel 到是，嗰啲是俾做下嚟個可能看咧。對，我就講。
无意思呢。你意思就是只人知咧，就是较好啊，可能。有人成日看無插你是，你說講你 A 做何 B 啦，你 B 唔知啦，到啲 surprise A surprise B 到啲 supermarket 嚟啊，貴嚟計叫款啊，上面。你 either 是一啲 A 暑假人看，還是 B 暑假人看咯？所以你是講你只 romantic 我咁玩啊，我嘅本線啊。我咁問是去，我諗只 special 嘅位，成個咧，先我頭一道 meet 嘅 restaurant 是冇咩人，我諗嘅頭一道 meet 嘅 restaurant 咧是真正班機是一間只 Vietnamese 米湯嘅一間店咁可能，咁我特年 anniversary 後，我們是到呢其他一間嘅 restaurant 食，所以佢只班機就冇成講特別對我嚟講只特別咯，我到啲名食叫我人食嘅物件，頭一道食嘅物件，所以安尼看嘅咧就對我較有意思過。免只濟人知往做咩物件，安尼看。哎呦，豬豬，開店。我 agree 咯，講真。啊，你唔是啊，你唔贊成啊？啊，對咯，安尼看夠 meaning 嘛？夠嚇對。了，一個物件俾問。嚇。古早是你知古早人是去模範位拍拖，咧有一個位你知巴當波羅。啊，對，你個巴當你個等啊咩？真係濟人濟冇得擺入去，當今個喎。啊，有人去當甲巴沙明哦。你冇話點樣嘛？假如講我去讀係你東姑。都合大咯，咧有時特別坐巴士去等，特別行 from hospital 嗰邊行去過巴當波羅嘅嘛，巴當波羅嗰邊我哋長嘅咧 bush 啊，咧啲你長嘅會看到來沙嚟個清白褲哦，那邊沙那邊看嚇，定但我個把看過 condom 個那邊，對，哇，你講呢？有一年嘅時，迄個巴當成日是着燒到迄個貴巴當烏去，迄個人唔知，所以阿妹嘅時，人嘛是嗰時節目都擺入去咯。Next morning 嘅時，成日是伊人會衫後尾個了烏個了，所以咪是穿煲了。啊，掉烏個啦係，掉裂啊是，誒，特別，兩到底當然個安尼當然馬來西亞政府拿來拿檢，咪睇你咪檢好，樣別成個樣個去裂哦，有去裂。哦，嘛冇。但係冇人啦，嗱後邊冇人去做呢咪啊？拍機咯，拍機咯。冇人去辦報道啊。咱去到啦。古早是無位去無安尼坐 cafeteria 啦，安尼好啲嘅。去古早是巴當啦，個呢 drive 頂到如果真做，頂到人嘅厝人較濟是大家爸母厝內住隻 whole family 大嘅。你別 romantic time 嘛，你別講成日到啲走去聽嘅嘢，可能你個你媽邊啊邊小尖嘛，你咪是。因為是你都會過去，都會出去外口啦，出去外口啦，個無成啊，即係八卦講咧，你無成講 romantic 會後你去拍拖誒，即係 cafe 啊，什麼啊，所以咪是就家己出去咯，拍去巴當波羅去看下咧，即係麥達pergigian，啊是去看下咧，看 hospital 啊，無就是去看下咧對面咧咧，人嘅 government 咧，咩咩啊，人嘅唔是 chief minister 人嘅迄個叫咩啊？Governor 嘅厝嚇，二昂嘅厝，就是頭一昂大昂，唔是大昂嘛，咪第二昂嘛。就是講我看在 YouTube 上面講放，哦，即係福建嘅 version 安靜 melody 喎，即係叫好啊，包卜冰，是包卜冰嘅嚇。My love, my darling,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Oh my God. Alone, lonely time, and time. 那麼一個。So slow. 你啊，你是我嘅，唔是啊。我愛你啊。我愛你嘅心啊。哦，天公啊，咩？
也也是嘛，可我。好笑。River， 大龍江啊，入去海底，入去啊，去開啊，入去海底啊，我等來了，等我，慢等我，我咧，我等來了，等我。你記得啊？潮州好久，變嚟福建，啊唔是變嚟福建，你福建你咪按這 melody， 你知喺你歌是叫阿青 melody 哦。對，阿青 melody， 對，哎呀，講到阿青 melody， 即有時其實就係 OK embarrassing story OK ，OK 啊，嗱個咪播唱啊，romantic 啊，揾隻 Valentine's Day 咪講咪別講。新嘅 trend Malaysia 好未 Valentine's Day 我自己10小時諗去看戲咧，我就是阿姑做嘅戲嘛嗬。哈，我哋嚟邊有做。哈，今日去看，咱特別坐，咱愛整下去看阿龍做茄喱啡啊，你做咩？到底茄喱啡？到底得咯喂，係咪？茄喱啡。名咪戲，但一戲名咪戲。結婚呢件事，搞贏呢代志。結婚那件事哦，我去看阿龍。我都做嘅。你得咯，結婚證第結婚證出現。我講第一年特別你看到，我聽到我講話嘅。哦，是啊。你講話，你是教人對白啊？你是對白啦，你是有對白。我講，我係冷啲，我係冷出現嘅。特別我就係你是對白裏面講嘅是特啲後尾人夾佢，啊，你去問晒咩菜？唔是，迄一個死是歪，迄一個死是歪。哦，要歪看，攞咖啡去看，死是歪，咖啡去看人出名，對，攞去拍拖時去看，哎呀，阿龍啊！哇，好笑啊！是就出來是讓佢哋講拍照，阿龍啊！我前面有唔知啷知唔知？你網絡嘅聊點嘛？歡喜帶有住學建議嘛？เรา應該會就這樣看到吧？啊，攞住要看，咩咪？歡喜帶網絡嘅咧出演。哦，係出演咯。啊，佢出演邊一講話少少話嚟？哦，咁樣講咯。還沒看未出，聽呀，聽未出啊！聽。還沒變啊，看講話係咩意思 ？narrator 旁白就是話。哦。講福建話，樣福建是即係邊樣嘅福建啊？伊常常係邊一個數是邊樣個數嘅嗎？哦，邊樣嘅個數嘅？你可以看喎，睇看 online。冇咯。我買 DVD 啊。有誒話，我俾頭上啊咯。啊，好，我俾聽你聲。我不愛。你不愛啊？即係佢哋主演攏講嘅啊，為乜都自愛冇吹無，放在多嘴。係咪嘅？哦，主演是華語大戲嚟嘅，冇你個幫了呢，整邏輯個了呢。哎呦。哦。出演係咩意思？出演係咩字嚟？出演。哦，出演 ，OK。出鹽分的鹽，加鹽，鹽分的鹽啊。哦 ，OK， 了攞去去看這裡咯，去帶去看你結婚那件事。了看。哦。咩？這裡戲嗬，我頭晚我自己看咯，我冇去看哦。哦，你去看阿龍，你去看先，去拍照。阿龍出現的事。等，看我再去看，我再去看。要結合為一，這時候他和他。和很愛、在乎、關心新郎的他就變成兩家人的事，還有一大堆拉拉雜雜的人和事情。這就是結婚那件事。200座，在新加坡最豪華的酒店。sorry 咯，我不是故意的。
The Wedding Diary。阿塞的儿子也是很有 power 的。我会好好照顾子欣，我会给她一个很隆重的婚礼的。要维持婚姻的秘诀，把钱还我！子欣煮东西很好吃啊！哇，快手面啊，进不了啊，还会加料啊！我皮皮真的不一样的，他是绝对不会骗我的。爸，你不可以走啊！爸，你不是要起来骂我的，你不可以走啊！爸。哎，他在哪里看？不知道你们要给多少聘金嘞？那就要看你们给多少的嫁妆喽。这是我爸，阿塞了。我爸爸柯林虫，你是可怜虫啊，是可怜虫。新加坡有哪样东西是不起的？生育力不起啊！哎呀，死小鬼！我这样辛苦搬过去，你给我搬回来。Sorry， 安迪，我不知道。Sorry 啊。龍佢讀到落龍。看袂到我迄啦，迄邊。特別起打而家看掉啦，人硬嘅。誒，只啲我只啲嘅。讀到落，你講聲淡薄讀到落啦，咪就去看。攞架起猜我嗰時話。誒，我講聽，攞那時去看咧時候，攞嚟邊咧學嘅朋友，即係 episode 裏試下看，我看你看到到落去看到即係阿龍嗰邊。然後到底嚟邊咧學嘅嚟 comment 嚟講，我講應啊，買 DVD 看，我講應啊，過 pause 看一邊個。打配個，打配出個。OK， 應該很順的。係啦。OK，感謝各位聽眾，時條歌後面有咩補充啊？咱希望咱今年即係愛情bahasa 就面啦bahasa guyup 啦，可能等級。bahasa guyup， 大家 bahasa。大家誒，但學嘅話唔是叫咩掠糖啊，咩掠爪啊？掠狗唔係等級 monyet 咩？Oke, saya berharap kamu semua orang dapat kena tangkap monyet. Jadi, kita ding the loceng ke ding the link, ding the bell.com 可以看。แล้วเรา最主要興趣比較河南話，還是講比較華語咧？河南話 especially 你使起來參望嘅節目嚟講即係河南話節目ding the loceng，你使去對喂Twitter 們叫往叫做burung，係咪burung？ikut burung 啦嚇，ding the loceng。The spell DA，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有一個真正歡喜、真正甜、真正鮮、真正辣麻、真聖誕嘅正能節。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等陣我會報告我特別嘉賓就先，繼續講佢嘅名先。頂住禮拜三是會俾係特別嘉賓嘅名嗬，頂住禮拜。喂，特別嘉賓是老伯話會話老張。阿龍每阿龍啦，แล้วก็บะกวาสินเจ้าบะกวาตบปีแก่เราเจ้าสินเจ้าปะโปเป็นกับสินเจ้าและเซนแล้วก็วาง第一出名第四行第一毛嘅阿莫丹，感謝，拜拜。